大家好，我係圈媽，歡迎你收睇我嘅頻道。菜市場最唔起眼嘅嗰個角落，番茄永遠都係堆成小山，炒雞蛋、煮麵條、涼拌白湯，佢便宜到俾人費事睇佢一眼，食完就抹嘴走人，連個印象都留唔住。但偏偏就係呢個老人家嘅級別實處。最近就係俾醫生盯上咗啦，唔係因為佢漲價，亦都唔係因為佢咩網紅超級實物，啱啱相反，即係因為佢太普通、太常見、太平嘅，所有人都把佢當空氣。你花大幾百蚊買嗰啲最好保健品，翻到成分表第一行，番茄紅素呢四個字一眼就見到，你咬牙充值嘅美容院年卡。慳時慳用買得落嚟嘅貴婦面霜，核心賣點四個字：抗氧化、抗衰老。呢啲嘢呢，番茄一出生就係自帶噶。你話諷唔諷刺啊？你食一把把來歷不明嘅膠囊，往面上敷一層層化學過濾嘅膠體，對市場2蚊雞一斤嘅番茄視若無睹。但係醫生唔會同你講勸下。長期臨床觀察同飲食追蹤調查得出嘅結論係好直白，常年食番茄嘅人身體確實唔一樣，唔係嗰種食完就立馬精神百倍嘅智商稅話數，而係5年10年你跑醫院嘅次數會比人哋少幾次。中意食番茄人呢，避唔開呢5個身體嘅變化。第一，血管入邊靜雞雞清晒啲斑塊。血管進擊乜嘢？唔係脂肪，唔係氧化，係啲蜜都脂蛋白嘅一氧化，就好似油污黐喺管道壁上，越積越好，最好倒死。西紅柿裏邊嘅番茄紅素做嘅嘢就係攔截呢個氧化過程。醫生喺追究研究中發現，連續食用番茄製品超過6周嘅人，血管內皮功能明顯改善，動脈膠壓下降，講人話就係血管變軟咗，血流變順暢咗，血壓都唔容易飆升。嗰啲日日食生海魚油、納豆激酶、輔酶嘅人，不妨回頭一睇，最基礎嘅嗰一步你就反過嚟跳過啦。第二，男性嘅前列腺被一層天然護甲裹住，前列腺問題幾乎係中老年男人都避唔開嘅一道坎。夜尿頻、尿不正、小腹痛，醫院泌尿外科永遠都係排長隊。偏偏呢個器官對番茄紅素極其敏感，多項對照研究反覆驗證過，血液中嘅番茄紅素濃度高嘅男性，前列腺專一嘅抗原水平更加穩定，前列腺增生同癌變風險明顯降低。唔係叫你攞番茄當藥食，但每天一個番茄落肚，相當於俾前列腺上一層保護。而那些花大價錢買男士保健品嘅人，不妨睇下配方表，係唔係呀？番茄紅素放喺第一位。第三，皮膚細唔黑，老得慢，唔使往面上砸錢。紫外線呢係皮膚老化嘅頭號元兇，呢一點呢美容院唔會話俾你噶，話俾你啦。邊個仲會買防曬霜同修復精華？而番茄紅素係自然界最猛嘅天曬防曬劑之一，佢可以喺皮膚嘅表層形成一層抗氧化嘅屏障，把紫外線放喺出邊，自由基基本上就係清咗一半。即係德國嘅有一項研究，俾志願者每日食番茄醬同橄欖油，食咗之後皮膚對紫外線嘅耐受嚟提高咗30%，而嗰啲花幾千蚊買一瓶嘅抗氧化精華嘅人，往面上塗嘅時候，手邊嘅西紅柿都係正正爛咗。第四，眼睛唔容易攰，夜視更加穩，盯住屏幕一日，眼睛乾、發脹、睇嘢、泛花，
呢啲係視黃母黃斑區喺限救命。西紅柿裏邊唔單有番茄紅素，仲有大量嘅葉黃素同 β 胡蘿蔔素。葉黃素直接沉澱喺黃斑區，好似一副眼形嘅墨鏡，幫對眼過濾咗有害嘅藍光。醫生喺這類人群中調查發現，每個人食一個番茄以上，佢嘅視覺疲勞可以降低唔少。即係嗰啲花大把價錢買藍光眼鏡、護眼員嘅上班族，真正缺嘅可能都唔係裝備啊，而係一個西紅柿。第五，血糖穩得住，體重壓得下。番茄含糖量好低，膳食纖維就唔少，食落去血糖幾乎唔動彈，飽腹感仲好強。醫生喺糖尿病前期人群嘅飲食干預中反覆驗證過，用西紅柿代替部分高糖指數嘅水果或者零食，餐後血糖確實明顯變得平穩。想要控制體重又管唔住嘴嘅人，飯前食一個西紅柿比任何代餐粉都係實際。西紅柿雖然好，食錯咗照樣老命。兩種西紅柿掂都冇掂，第一種未熟透嘅青西紅柿，嗰種通甜青綠，一啲紅氣都冇噶，入邊藏咗大量嘅龍葵鹼，和發芽土豆入邊嘅毒素係同一種嘢。如果你食落去啊，會嘔啊、肚痛啊，嚴重咗嘅會頭痛發麻。第二種爛咗一塊嘅西紅柿，好多人習慣把爛嘅嗰部分切咗佢，剩低嘅繼續食。呢個動作等於把霉菌菌絲同霉素一齊食落肚。西紅柿一旦軟爛發霉發酸，佢嘅菌絲早就順住果肉纖維擴散到成個果實，肉眼睇唔出嘅地方，黃曲霉毒素，簡稱霉素，可能已經安咗家啦。黃曲霉素係咩級別？強致硬物，肝臟大隻，佢好似喺玩命啊！慳一盒爛西紅柿嘅錢，帶入去嘅就係肝同腸嘅健康。呢筆賬算唔明白就冇慳啦。最後講句難聽嘅，你花喺保健品、美容儀、代餐粉嘅錢，足夠你買幾倍嘅西紅柿啦。但你偏偏就係睇唔上呢2蚊雞一斤嘅玩意，唔係佢唔夠好，係你眼太慢。從今日起，每天一個西紅柿，生食啊、做湯、炒蛋都得。5年之後，你小跑嘅嗰幾趟醫院。今日嘅視頻就到喺度，如果覺得我個視頻對你有幫助嘅，歡迎你嘅點讚、收藏、關注，亦都好多謝你嘅耐心睇。我哋下一個視頻見。